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，學習單元健康與衛生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疾病、疾病，疫症、疫症，細菌、細菌，病毒、病毒，感染、感染，生病、生病，傳染、傳染，患病、患病，感冒、感冒，傷風、傷風，咳嗽、咳嗽，發熱、發熱，肚痛、肚痛，嘔吐、嘔吐，中毒、中毒，頭痛、頭痛，癌症、癌症，蛀牙、牙痛、牙痛，意外、意外，受傷、受傷，患者、患者，傷者、傷者，傷口、傷口，嚴重、嚴重，不適、不適，醫務所、醫務所，診所、診所，急症室、急症室，急症室、急症室，急救箱、急救箱，候診室、候診室，詢問處、詢問處，診症室、診症室，配藥處、配藥處，病房、病房，救護車、救護車，掛號、掛號，化驗、化驗，急救、急救，救援、救援，
搶救，搶救，手術，手術，及早，及早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